涯，让青山去平复那昏黄的伤。一句誓言，苍天为证，快意恩仇的较量是破除的坚强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3000，却载不住一个愿。一生闯荡，侠骨柔肠，酒杯装不下隐恨的风霜。一纸荒唐，天各一方，是谁一生吟唱，爱恨两茫茫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3000，却载不住一个愿。如果再相见，你是否接受这沧海桑田的句点？下狗！哎呀，干什么你？差点把我推进去！不行，我得进去。哎呀妈！想去东姐姐，必须动脑子。哎呀，不行，你站前面，待会儿你再推我受不了。哎，你这，请你尊重一点。尊重？哎，我在这儿等你这么长时间，你让我把官兵撤走，我就撤走了，我还不尊重你？哎，你还要什么样的尊重啊？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对我这么冷冰冰的，是因为叶。那么一个软弱无能的人，为什么会让你如此死心塌地的念念不忘呢？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比你清楚。未必吧。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让你知道真正的叶红颜。当初你爹挨不过大刑，苦苦哀求他一刀了断，可他这个女婿居然不愿意下手啊！看着他的岳父饱受酷刑折磨而死，啊，你说，像这种人他可不可恨？难道还值得你念念不忘吗？那你告诉我，谁才是真正杀害我爹的凶手？真正的凶手，我一定会告诉你。娘子啊，今天是咱们俩大喜的日子，总不要影响了我们的良辰美景吧？哎哎哎！
又想耍什么花招啊？反正我已经逃不出你的手掌心了。这样的话，你连一件事情都不肯答应，你就别再跟我说什么尊重了。哼，这女的性情刚烈，要是不答应她，只怕我还没得手，她便自杀而亡了，那岂不太可惜了？你到底答应还是不答应？你说吧，究竟还有什么要求？艾迪，你先出去，帮我准备一堆白蜡烛。哼，任远，你再这样我要生气了，拦住他！你往哪儿跑啊？哎呀，你放开我！我不跟你们离开醉月楼，我要去找姐姐，你放开！我讨厌你们，你们不救姐姐！你给我听好了，你要再这样不懂事的话，你冬青姐姐就白白送命了。莺莺燕燕，带着她从迷岛先走，快！是。这臭小子，他真咬！杨伯伯，我没能履行承诺，照顾好冬青。你中的是昏君的朝廷，报效的是奸贼的义父。想成为一把锋利的宝剑，就不能随意动情，包括亲情、爱情。为了从小和我青梅竹马、指腹为婚的你，还是为了和我有着不共戴天、血海深仇、杀父仇人的你？究竟我是忠孝两全，还是一个为祸人间的魔头？任远，我讨厌你们，我不跟你们走。任远，不想跟他们走，那你就跟我走。救我！站住！任远，追！救命啊！放开我！你这个坏蛋要抓我去哪儿？是那个孩子。你究竟要让我等到什么时候啊？今天是咱们俩大喜的日子，你不点红蜡烛也就不说了，你让他们去拿白蜡烛，你什么意思呀？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。我想在今天祭拜一下我爹，告知他我将委身于你。难道这有什么错吗？你好，我等。那好，我就答应你。反正等到现在了，也不差这一时半刻的。我等行了吧？哎，哪有啊？这临时临刻的到哪儿去找白蜡烛啊？相公，啊？我到今天才知道你的名字叫马上飞。哎呀，这个名字真好听，真别致。拜托别肉麻了行不行啊？赶紧找出白蜡烛，救出冬青姑娘。要是去晚了，指不定那个恶人对冬青姑娘干出什么坏事来呢。那个恶人是挺可怕的，刚才我差点就被他抓住了。啊？不过相公，你放心，如果他真的要对我怎么样的话，我会告诉他。自从被相公下药迷晕，不打不相识以后，我就只是我相公的人了。他要想对我做什么，哼，没门儿！哎，你刚才最后一句说什么？我刚才说了那么多句，我哪知道你说的哪一句啊？最后一句。最后一句，没门儿！往前。我就只是我相公的人了。哎呀，再往前。自从被我相公下药迷晕，对，就是这句，下药迷晕，下药迷晕，嘿，真是太好了，太棒了！怎么了，相公？哎，你想到点子啦？不是我想的点子，是你刚才说那话。虽然说卑鄙了点儿，但是可以救出冬青姑娘。什么办法？救
觉得奇怪了，如果中了毒镖的识破天师内奸的话，那会是谁去官府告的密，让潘汝贞知道了我和冬晴的真实身份，还有人愿就藏在醉月楼的事情？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你才是真正的内奸。哼，你知道的太晚了。叶红影，救命啊！英雄哥哥，救我呀！是你出卖了12名兄弟和醉月楼的人。既然你都知道，那就应该明白，我们是同路人。错，我们不可能是同路人，因为我绝对不会出卖任何人。随你怎么说，我现在要带着这个反贼余孽到衙门去归案，请您让开。人我会帮你送到衙门，但你必须得死。你敢？你别忘了，你也是13铁骑之一，而且因为你，让我愧对了一个在我心中极其重要的人，因此于公于私，我都不能放过你。那你就放马过来。是我的保命符，我凭什么放了他？我夺命罗刹从来都是夺别人的性命，还没有人能杀得了我，就连你叶红影也不例外。你永远是我的手下败将。哈哈哈哈哈！休想从我的手中逃走，今日你必死无疑。哼，大不了就让这孩子陪我一起死。你一向自视清高，我就不信你狠下这个心。懦夫！就因为你这个妇人之仁，注定你永远办不成大事。哼，所以你也永远是个失败者。哼，现在我就要让你眼睁睁地看着我从你眼前走掉，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哈哈，哈哈哈！啊！英雄哥哥，谢谢你又救了我，谢谢。不要谢我。为什么？你救了我，我当然要谢你了。你错了，我不是救你。花姨，你看，岳新川，原来是他。是他抱走了人月，可他死了，怎么没看见人月啊？赶紧分头去找。是。你刚才亲口答应我的事，该不会出尔反尔，言而无信吧？是你出尔反尔，还是我言而无信啊？啊！我跟你说，我现在知道了，你这么再三推辞，你是有意要让本府难堪啊！啊！哼，那行，今天说什么我也不听了。你，大人，你要的白蜡烛已经准备好了。你又是谁呀？大人，你居然连我都不认识，我太有名了。我就是名震9省、花街柳巷、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、醉月楼里最富传奇色彩的龟奴马尚飞。你来干什么呢？我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香烛白蜡，马上就让他祭拜他的父亲。你稍等片刻。我还要等啊！啊！
您先消消气，喝杯酒。这个酒啊，可是我们醉月楼里面最好的美酒了。那也行，那就给我们倒上一杯交杯酒。好嘞。来，哎呀，娘子，我们俩把这个交杯酒喝了。敦琪姐，你不能喝酒的，你忘了？上次你喝完酒，你不就全身起疹子、疼，然后痒吗？那一会儿还怎么洞房呀？大人，我们家冬青姐不能喝酒的。艾迪，别为我担心，这点酒啊，算不了什么。好，娘子，我先干为敬。哎呦，干什么你？这还怎么喝呀？太脏了，换一杯。哎，您那杯我也给您满上。哎，我去满上。家教不严。哎，大人，献给大人，大人比咱们大啊！大人，干，大人，干。那我们俩就祝福大人和冬晴姑娘长命百岁，白头到老啊！日出东方，早生贵子。哎呀，行了，来，干！冬晴。哎呦，又怎么了？不是他传染我了，这杯也不能喝了，不吉利。你就干了哈，大人嘴急，再给他倒一杯。哦。这回该不会有什么事儿了吧？估计没什么事了，喝吧。来，大人，喝吧。俗话说得好事成三嘛，接着祝。长命百岁，白头到老。行了，我们喝了这杯酒再说吧。大人先干，大人。来，先干为敬。哦，冬晴。他为什么不能喝这杯酒啊？你告诉我。还看不出来啊？怎么了？这酒里有药。这酒里有药？对呀。按理说你喝2杯就应该倒。你怎么？来，再喝一下。1、2。你竟敢！你真下药了？当然。相公，你下的什么药啊？这药你也很熟悉，你也喝。哦，就是他以前阉鸡阉鸭用的蒙汗药。而且我下的是双份，他又喝了3杯，估计一时半会儿就醒不了。相公，你太厉害了，简直是智勇双全呐！哎，冬晴姑娘，跟我们一起走吧。对啊。不，我不能跟你们走。为什么不走？难道你想便宜了这个狗贼？我知道你们是一心想救我出去，可是你们想想看，胖汝珍这个狗贼一旦醒过来，他会恼羞成怒，到时候只怕会连累醉月楼其他人，所以，我不能一走了之。冬晴姑娘，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。我估计这狗子一时半会儿醒不了，他就是醒了，咱们也走出去老远了。对啊，跟我们一起走吧。我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你们2个人，别再逼我了。逼你？我们好心好意来救你，怎么能说我们逼你呢？冬晴姑娘，真的快走吧。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。那就只能我来了。哎，你能不能轻点？你以为我的脖子呢？我下次一定轻点。下次注意啊！来，背他。哎，啊，怎么了？相公。啊？我怎么动不了了？为什么？呀，糟了！一定是喝水放风上茅厕的时间过了，我的穴道又被封住了。天哪，你这是找点呐！人月，你快出来，别跟花姨玩躲猫猫了。花姨，莺燕燕，你们找到人月了没有啊？我们到处都找过了，就是不见人月。花姨，会不会是人月根本就没有回醉月楼？不知道他会跑到哪儿去呢？我们先去冬晴那儿吧。
我点，相公，你行不行啊？我浑身上下都被你点了个遍，怎么还没解开呀？哎呀，我说你也心疼我吧，我这手指头都快戳回去了。这华姨教的招有时管用，有时不管用。这我点在这边，哎，哈！冬晴，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华姨，你就放心吧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我相公给那个恶贼下了蒙汗药，把他给迷晕了。冬晴真的没事啊？真的没事，一根汗毛都没少。哎，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哎，对了，任月呢？你见到任月了没有？跟你在一起啊？糟，任月他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任月不见了，坏了，那赶紧去找啊！你派个人跟我一起去。哎，等等，啊，我派谁跟你去呀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现在醉月楼里哪有人呢？对，要是那个恶贼醒了就麻烦了。还有，醉月楼现在肯定是没法待了。醉月楼没法待了，那我们去哪儿啊？哎呀，这一时半会儿的，我也没有头绪啊。嘿嘿，你们没头绪没关系呀，我有就行了呀。你们去我们家黑风堂躲躲吧。到你家？别开玩笑了，那么多人到你们家，你们家人能同意吗？哎，放心吧，我们家大事小事全由我说了算。我请你们去，没人敢说个不字儿。看来啊，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。先把大家都安顿下来再说，然后再想办法去找人月。好。哎，那你现在就带我们去吧。没问题。不过华姨，你先把我的穴道解开，不然我怎么带路嘛？哎，你马上飞。半天没动弹。啊？舒服。那麻烦你一件事，背着冬晴一起走，我们几个里面你力气最大。没问题，那就走吧。好。英雄哥哥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英雄哥哥，我好害怕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不用怕，本座很快就让你和你的爷爷团圆。来人，把这个孩子吊起来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放开我！野猪哥哥救我！野猪哥哥快救我呀！野猪哥哥救我！红影啊，这可是你送给本座最好的礼物。英雄哥哥，你救我！英雄哥哥，救救我呀！潘如真派了那么多人马找这个孩子，可结果还是让我儿红影拔得了头筹。然而，这回你又给本座长脸了。义父过奖了。红影，你可知道本座让你找这个孩子真正的目的何在吗？孩儿知道，孩儿这就将这孩子身上官印的图文拓印下来。不，本座要你将他身上的皮活活的扒下来。生扒人皮？英雄哥哥，英雄哥哥，你别扒我的皮！你再不救我，我就死了！我才8岁，我真的不想死！英雄哥哥，你救救我吧，别扒我的皮！怎么，你是不敢，还是不忍呢？义父，这还记得本座教过你的吗？对敌人的仁慈，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义父教诲，孩儿不敢忘。既然如此，就立刻给本座行刑，放干他的血，然后再让他慢慢痛苦而死。不要啊，英雄哥哥，我最怕痛了，你别扒我的皮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不要这样对我好不好？义父，怎么，你还想违背本座的意思吗？孩儿不敢，只是无需多说，本座果然没有看错，你太容易动情了，终究无法成为一把锋利的宝剑。请义父赐罪。算了，我不想因为今天的事
让你我之间心存芥蒂。你下不去手，自然会有人代劳。来人，在，将那个小畜生放干了血，生扒了皮。英雄哥哥，你别杀我！英雄哥哥，你再不救我，我就真的死了。英雄哥哥，我才8岁，我真的不想死啊！英雄哥哥，你救救我吧，英雄哥哥！难道这孩子苦苦哀求，你真的就无动于衷吗？我真的怕痛啊，英雄哥哥。孩儿请求义父，还是由孩儿来执行吧。好，本座就准你所请。是。叔叔，芳，这密室不是女孩子该来的地方，怎么可以随便乱闯？叔叔，东厂的厉公公从京师赶来，有急事禀报。哦，厉飞鸾。厉飞鸾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？可知道私自出京是什么罪名吗？啊，对了，有何事疾禀啊？启禀9000岁，宫中传出消息，皇上病重，恐怕……大胆！竟敢口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！9000岁，卑职只是据实禀报，不敢有半句假话。哼，皇上正值壮年，且没有顾及宿病，哪有病痛先逝之理？你可问过太医，皇上究竟是何病因呐？起来讲话吧。是。9000岁，太医诊断，皇上并非身患恶疾。之所以长卧病榻，是另有原因的。另有原因？此话怎讲？中毒。但是人言可畏啊，本座是担心宫中那些好事之徒借题发挥，诬陷本座下毒弑君呐。可是我大明王朝只要有您，江山社稷便有擎天所依，国祚朝威必将绵延不尽。李飞鸾，你可真是懂得。
挂上飞。你说话不算话，你答应我爷爷要保护我，可是我现在都快被扒皮了，你为什么不来救我？姐姐，你叫我要像个男子汉，不许哭。可是我真的好害怕，好想哭。最不仗义的就是你，英雄哥哥，我把你当作好朋友，可是你却不肯救我。还有花姨，你说你最疼我了，可是我都快被活生生扒皮了，你为什么不来找我，不来救我？我讨厌你们每一个人。世界上对我最好的、最疼我的只有爷爷。爷爷，我好想你呀，你知道吗？人愿真的好想爷爷呀。你退下吧。9000岁，请过目。这袍子上绣有9条金龙。大胆！李飞暖，你献这龙袍是何居心呐？这分明是想陷本座于不义。9000岁，可千万别错怪了朝中文武的美意呀！哼，朝中文武的美意。实不相瞒，这龙袍是百官们巨资缝制的，龙官正在连夜打造。私制龙冠龙袍，乃欺君之罪。莫不成这些百官是狼子野心，想密谋造反，要本座效仿太祖皇帝不成？9000岁，百官此举并非造反，而是为了大明国威呀！哦，说来听听。当今皇上膝下无一子嗣，如今病重，新王朱由检是皇位的唯一继承人。可是朱由检年纪尚幼，治理国政毫无经验。如若他日皇上驾崩，那我大明的国事自然就得依靠只差1000岁便是万岁的您9000岁了。不知道卑职说的可有道理？哼，本座为我大明肝脑涂地，自是万死不辞。不过当今朝中尚有许多迂腐之辈，只怕他们不懂得本座报效朝廷之志。所以，这龙冠、龙袍之事，万万不可泄露，只言片语啊！9000岁放心，卑职是明白之人。只是，正所谓群龙不可一日无舍。9000岁，如今皇上龙体未恙，久久不能治理朝政，而9000岁。你又身处江湖之远，卑职只是担心那些居心叵测、觊觎权力的宵小之辈趁机。是，为了我大明的江山社稷，本座是应当鞠躬尽瘁，劳心劳力呀。飞暖，传下话去，速速准备，本座回京事宜。娘子大人，
我知道你一向好客，这些水果你一时半会儿也吃不了，那我就拿去招待客人了。啊！哎，我跟你俩说，打扫干净点儿。来了这么多客人，咱们得让客人住得舒服点儿。当家的，咱们都快揭不开锅了。你说大小姐真可以，一口气弄了那么多人到咱们黑风堂白吃白喝，这往后的日子咱怎么过呀？当家的，我可不是说咱大小姐啊，你说这么多人在咱这儿又吃又喝，这得花多少钱呢？哎呀，我是真不明白这大小姐是怎么算的这个账。这笔账，我早替我那姑奶奶女儿算清楚了。我告诉你们啊，这么做完全是为了省钱。省钱？怎么个省法？我说你娘生你这颗脑袋是当尿壶使的吧？你想想嘛。哎，你看啊，现在醉月楼的姑娘全部都到我的黑风堂来了吧？啊，对，是吧？那以后我们喝花酒还需要掏钱吗？啊？还是当家的会算账啊！哎，您这样长期算下来，还真能省不少。哎，这大小姐真有一套啊，真会替她老爹着想啊！有其父必有其女呀！是。哎，有件事情，我得提前跟你们两个打个招呼啊。来的这些姑娘，你们俩谁的主意都可以打，只有一个人，那绝对不行。谁呀？那当然是我的花花了。哎呀，不要再夸我了，再夸我会忘记谦虚是什么样的。没想到这小药这么管用。这个姓潘的真是个祸害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当时怎么不直接把他给杀了？啊！你干嘛留着他呀？你真笨呢你呀！哎呀，花姨，你以为杀人那么容易呢？对啊，又不是杀只鸡。就是啊，我跟相公好不容易才把冬青姐给救回来。对吗？哎，那鸡鸭你不都杀过？你直接把它当鸭杀了不就得了吗？鸭，当鸭呀！花姨，冬青姐醒了。醒了。幸亏你下手不太重。有分。这帮混蛋，我要将你们碎尸万段！冬晴姐，英英，你别拦着我，人院可能已经落到官府手里，我不能不去救他。可是你现在才刚醒啊！我要现在让你走的话，花姨一定会怪罪我。况且我也不放心啊。你要知道，人院的安危关系着很多人的性命安全，我必须要去救他。好啊，既然你活腻了，愿意当鬼。那我陪着你，咱们一块儿去巡抚衙门看看，人院是不是真的落在他们手里了？哎，花姨，哎，怎么了？花姨，花姨，怎么了？花姨，英英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。你知道是谁掳走了人院，杀了玉新川吗？我要是知道，早就把人院抢回来不就得了吗？还需要在这干着急呀？你不也急着想救人院吗？走，我们现在就走。师娘，咱们刚刚逃出虎口，你们又要往火坑里跳，万一你们两个再有个三长两短，谁帮我去救小少爷呀？对呀，花姨，你不都说了吗？我和我相公一个笨一个傻，就凭我们两个人，能救出小少爷吗？这，师娘，冬青。其实小少爷的事，我比你们都着急，可是你们总得养好伤才去救他呀。醉月楼没了，万一你们两个再有个闪失，那该怎么办呀？我辛辛苦苦经营醉月楼这么多年，
这说没就没了。我要是真死了，那还真是一了百了。花姨，你就别再多想了。这次大伙儿能全身而退，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你呀，就别觉得可惜了。你以为没了醉月楼我会觉得可惜吗？你错了，我是有点难过。没了醉月楼，那些被魏忠贤残害的忠义之士，就少了一个藏身之所。没了醉月楼事小，可是人院屁股上的官印图文事关重大呀。要不这样吧，花姨，你受伤不轻，我想先去打探下虚实。如果确定人院真的在他们手里，我再回来从长计议，咱们一起想办法。不行，我怎么能放心让你一个人去？花姨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莽撞的。等明天之后，我再乔装查探。你们说了这么久，说累了吧？我去弄点吃的。就知道吃。相公，走呀！不是，做饭去呀！我是跟这是。来，吃点橘子。我这个黑风堂啊，也没什么好招待的，别嫌弃啊，别嫌弃。来。哎，麻烦以后进姑娘们的房间先敲个门行吗？万一我们正在换衣服怎么办啊？哎呦，那要真让我赶上，那我可真有眼福。你说什么？黄花随风，尘缘未落地。铜镜离墨，胭脂红灯，远方一路烟雨迷蒙。月落无声，照一世浮萍。千回百转到了曲终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瓶，不忍拆封。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瓶，不忍拆封。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也许我的心只有你才会懂。千回百转到了曲终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瓶，不忍拆封。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我的爱藏在岁月的瓶，不忍拆封。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